大家好，我是惠林番薯花收成的迄一天。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婚林的刺洞。后壁这个刺洞谷中，其实是阮阿祖进前咧驾车的所在哦。所以我甲刺洞这个所在啊，缘分是足深的哦。我伫遮啊有熟悉一个因厝里是伫咧开咖啡厅的弟弟，即马透早拄好适合来一杯咖啡精神之类。今咱来去看卖影咧。两个甜好。安尼我一个咸的，一个咸的较甜的。头家娘，你平时都有看伊咧食这个？有呢。所以嘛是自细汉。伊是细汉食较大汉，你最爱食啥？嘿。甜的。你上爱食甜的。多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来，我来帮你找10块钱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哦。甲碗粿，你早顿食碗粿，搁食烧饼，嘿啊，遮澎湃。甜甜，都有葱仔的味。我已经足久无食这种足古早味的早顿。因为平时伫晚遐拢是食迄种什么冷饼，啊无就是汉堡迄种的，都只食这种早顿。你看我规完美的啦。完美。你啥物物件拢爱食完美的？我看我规个手拢来这东西。咱即摆来外口是要做啥物？阮要阿花甲饲鱼啊，阿花饲鱼啊，好。有足侪只，无共熟的。哇，细只来食。但是伊食袂着。有啊，趁即摆别只未来进前，互伊紧食。系啊。我伊有食咪咪啊？食几？鱼，紧。有呢，紧细只会紧来。这长敢会爱？爱啊，但是伊会肥。这好肥。我这个向你摇。哇！啊，伊这边哪跳？伊这拢无法度跳的哦。竟然你甲这开去，伊这无法度跳的哦。为虾米啊一个水我有心咯？而且你看起来比树仔搁较淡。阿姨 ，Hello， 你想要饮啥？我要啉较芳的。较芳的。你讲全部拢做芳的。酒芳的啊，是啥物芳的？甜芳，红米芳。好，安尼，你就讲好，我甲你特别来处理，好。好。你要一边的啊？这边的。冰的好。我要热的，烧。我嘛烧的。西柚烧。哎，我想要互大家看一下，你写这是啥物货？生。生。啊，这个 hot。hot 啊，这个面包。胖。芳是做芳的概念。啊，这是热。这记号干那你看有，别人看无的。
安尼，咱即马要为几号开始找？这6号，为6号。但是这无6号，所以真正啊，这无就是有6号，但是你很难出来。6号伊顶悬会飘落去哦。嘿，伊会写这是6号，我看到啊。 6号对啊。好，啊，刷来这个胖，这个是几号11号这个， ？11号。所以即马这个是要磨。嘿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要煮无？这个互你煮。好。是爱互小可留一了，才搁倒安尼。好好是安怎搁倒？ ，OK。伤大工。安尼。嗯。好，你讲水莫伤大工对吧？嘿。安尼，细工。看起来足简单，其实安尼好，可以吃。一半对吧？好，安尼，啊，差不多倒到底。好，我加一点啊。这真正有水果的味呢。谢谢。这是我妈妈，伊叫做啥物？嗨，我是总经理，啊，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41岁。好，啊，你的兴趣是啥物？我的兴趣就是泡画。我的兴趣就是煮咖啡啊，毋是泡画。嘛是会使人囝。啊，你即马在创啥？我即摆咧煮咖啡，人坐啉，啊，人客咧？人客伫你后边啊。哦，我看到啊。好，你身高多少？哪有人咧一家死就问人的身高呢？嘿啊，我啊。身高是178公分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还感觉我头拄用这2个写，结果用出来差不多。咱用这个较轻，好，这个是足轻的，所以你要一直咖啡的，就是要一直甲点起，伊就变啊愈来愈轻。哦，伊会当贴。啊，啥哪会想讲要用咖啡味道？就是阮较早拢伫店面咧画图，然后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呢，拢伫咖啡店内底，啊，所以就想讲就是就地取材的概念，阮就是咖啡煮的，啊，就甲伊变成原料，然后互伊用画来较欢喜啊。这个咖啡拢是头拄仔恁伫店内底煮的咖啡。比如讲较浅的咖啡，那伊的是就是较浅，那这拢是足天然的原料。哎，真的呢，而且嘛毋免惊伊食落啊，是安就是怎？哪算哪食呢？菲利，你真是有想讲你要画啥呢？还是无？黑白画，咱做好消磨时间呢，也这会当做久。这就是一种陪伴尔，互伊消遣伊的时间，然后嘛免为了做成的，反正伊想要画啥，咱就互伊画啥，互伊自由发挥啊。但伊家己嘛知影，知影伊家己要爱啥物画。就算伊毋知，你互伊豆豆啊，家己去摸，家己去试，总是会找到伊介意的。好吗？我第一届坐这种火推，我即摆是甲咖啡豆行同款的路线。一起来都有闻到豆仔的味。这是纯豆豉，
哇，这做凉的呢。是安怎这温度会遮低？要纯豆啊，哦，你要烘迄个你上爱啉的，你上爱啉的，我拢调工用迄个汤啊，甲你烧起来，因为芳开甲袂走。哦，所以爸爸因为你爱食，伊用汤啊甲保存起来呢。哦，哦，这个啊，现在我用一般的嘛，有看买啊，好啊。啊，你在吃啊，在吃你行。嘿啊，因搬山过呢。好，过来啊，啊，你要卡几卡？一卡人两卡。哇，一开开就有你讲的迄个气泡的味啊！哎，伊这色比我想的搁较色搁较浅呢。伊正常是青色的，啊，伊这吼伊有经过特别的发酵，所以伊的色会小可安尼青青无共色。我量一由伊个啊，手甲剁起来。啊，伊感觉已经叫要困去啊！啊，大人伫遮会足凉的。哎呦，开工。这台我包水烟的，啊，所以全部拢会当烘出物件拢共款。啊，好，安尼咱头起先爱做啥物货？清汤，庆当。搁倒一寡顿去。无，啊，你知影要安怎用？伊这下骹拢是火呢，看起来有够烧的。大刀用甲豆仔用落，爱搞几度150， ？150。这个动作是啥物？唔香，也袂有香。就是甲豆仔的较多的迄个豆仔味共款。一开始是送家己教的，爸爸。足甘观察的啦，伊拢在边仔偷看你，我咧用，伊就讲伊知影伊是要试看嘛。啊，伊敢有烘到臭火打过？你敢有？莫甲到，含了反应拢袂歹啦。啊，若平时咧烘的时阵，你嘛会伫咧边仔做你的代志安尼啊？系啊，我会呀。哇！哦，足香诶！这机械看起来足专业，我拢唔敢当。这就是甲电脑镜头头共款。安尼真正足成功的咧。这是阮爸爸，你好，啊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我叫做廖思维，啊，你今年几岁我今年47岁。 ？47岁。嘿，啊，你拢爱创啥？我拢爱种啥？我咧包豆啊。哦，咱豆仔一包一包，甲伊包起来，抽空气啊，安尼伊还袂甲空气接触吼，才会当放较久啊，啊你。感觉空气好啉无？空气哦，空气哪会好啉？咖啡较好啉啦。哦，拢是会啉的啊。无啊，戆个才要啉空气，巧的拢知影咖啡要啉咖啡。嗯。好。你真安尼鼻，你敢鼻得出来？敢鼻？你有啊？爸爸，你敢有啉过伊烘的，感觉是互你上印象上深的？伊迄阵伊拢家己夹吧，伊就拢家己足有意见的，讲伊要做蓝黑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啊你这啊黑白蓝，结果有当时啊佫袂歹啉。竖袂起来。啥事？安尼差好多哦。你拢啉好啉的，啊歹啉的叫做做啉，敢是正确的？哦，啊是做做啉拢好你们啉袂啉。出来，我袂啉，这边我啉看卖啊。看你喝就知道了嘛。哦，有啦有差，这个较味较有，这个较有味，嘿，啊较嘛较有水果的汤味。水果味嘿。啊，这个你感觉烘了，你家己烘了，你互你家己几分？
我啉看的呀。要给爸爸评分就对啊。爸爸老实讲哦，差不多85分。再高2分就好。哦87北分不七元能再当歌高馆啊，那样。这厝内底人拢做甲你捧场的。好。天一天的第一课，天一天的第一课，菲林，你要甲咱上什么款的台语课？煮咖啡的器材。哦，煮咖啡的器材。好，安尼咱第一个词是啥物货是？这个是手冲锅，手冲锅。啊，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冲咖啡。哦，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手冲锅。安尼菲林，咱第二个词是啥物货？梨杯啊，梨杯啊，啊伊主要是咧做啥物货？配梨咖啡粉的。哦，就是要甲咖啡粉留咧顶悬安尼嘿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梨杯啊。安尼菲林，咱第三个词是啥物货？这个磨豆仔机，啊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把豆仔磨做粉。安尼你敢会当洗一件互阮看？哦，就是甲豆仔放咧遮磨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磨豆仔机，安尼菲林，咱第四个词是啥物货？是这个咖啡豆仔，咖啡豆仔。安尼你上介意的咖啡豆仔是倒一个产地？台湾。台湾的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咖啡豆仔。安尼咱最后一个词是啥物货？是这个是咖啡杯啊，哦，啊是安怎伊会分无共款的关这系？个是用来片的，啊，这个是用来啉的。哦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咖啡杯啊。给你。小哥，啊，队友的哦，捡回来啊！进来。这个给你。好漂亮，这种球最好踢的。好了，进去吧。你来找我的，哎呀，我唔是感觉写了你白写。这是我阿妈，你叫做啥物名？陈美英，啊，你的兴趣是啥物？蔬菜，食物件，好，爷你今年几岁？ 73，啊，你叫啥物名？廖大英，啊，你的兴趣是啥物？运动，拍啥物球？高尔夫球，好啊，你要跟我去跑吗？喂，为什么？我无想要拍。所以这是恁逐工食饭饭的迄个哦。无啦，礼拜五、礼拜六，礼拜六，每礼拜啦。哎，啥恁会想讲要伫咧下暗食饭饱安尼算济？伊扑倒，较早是我旧年啊手骨倒伊断去啦，好。啊就咁要东复健啦。啊，动手顺煞动头壳安尼。拢伫我遮。哎，阿妈讲，那我到最开了。你就告我们了。伊个沙豆拢是我放互伊食，都是我放笑。修行的一天是同遮大修行啊！要不然你杯较大杯呢？较大杯哦爷爷。好耶，我甲你换。你也真喙大哦，。橡木桶。所以你嘛买一杯无？你知阿嬷有物件通吃？无伊来我这。耶，10号是啥物？咖啡。你甲爷爷咖客气。啡的10号是啥物？我知影1号是台湾咖啡吧？答错了，
还是12号？ 12号啦。即几工就是咧看的时候，就发现讲，菲利伊是一个作为家己原则的囡仔。比如讲，伊物件这要放倒，你甲伊刷掉了，伊会随家己，你啊，伊会随家己刷转来。伊拢照伊家己个性坚持啦。这样菜不爱食就不爱食，这若要食就要食。少年无食，食老年来补啦，食来补。哦，啊无爸爸妈妈，恁感觉菲利的个性是较像善？像伊家己。伊来天生有伊家己的个性，但是自细汉甲咱斗阵，就是上渐接触的，就是讲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嘛吼，所以爸爸妈妈的咧做代志的方式，就是做互伊看，伊嘛知影讲爸爸这做了好，这做了无好，妈妈才有才华，伊会学习，就像伊有当时伊嘛讲，迄无法度，无法度，但是伊家己就有伊家己的。兴趣，兴趣。所以你爸爸妈妈敢知影你，佮阿公阿妈敢知影你即摆兴趣是啥物货？知吗？知吗？踢骹球，知吗？虾米？知吗？大家拢爱确定一道，就是踢骹球啊。你感觉安尼敢有快乐？你即摆目前安尼？然后无，啥都无。因为是就快乐。所以你想为伊无快乐，就是因为手迄个无法度运动。啊。所以你看运动做好的啊，对无吼？你有当出去走走的嘛，才快乐。所以爱唔好受伤。就是我感觉看到菲林因这个家庭啊，就互我想到讲，即马我大汉了，有当时啊做代志，就可能会绑脚绑手，也是想济。啊，毋过就是为菲林的身上，你会当看到讲伊是真正做自由自在，也会当去做足侪伊想要做的代志。而且我阁有发现一个足特别的代志，就是恁咧看可能会感觉讲菲林伊咧认真做工课的时阵啊，就是你会感觉伊做严肃的啊，你要甲伊滚算笑，伊嘛无想要甲你算安尼。啊，毋过其实你若私底下看就当发现讲菲林伊其实是一个足犀利的囡仔，就是伊只要拄着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就拢会去因的身躯安尼暖来暖去，就当感觉讲其实伊有一个严肃的一面，啊，毋过嘛有伊足古锥、足大心的一面安尼。所以我感觉对菲林来讲啊，就是只要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做伙啊，互相陪伴，就是伊人生即马上大的快乐。啊，你爱甲姐姐讲爱凊偌济，啊，装偌济水。伊可能是惊我甲头学，伊头学拢甲我留一手，拢无要甲我讲全部。哦，你惊无头路。阿公，你今嘛伫倒位？来拍球。篮球哦。一整段都在演，是发自内心的，你看一下，摸一下我真心，有没有感觉？没有？没感觉，没感觉。抢个镜头。